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盧老師。今次6年級學校旅行，日期係1月15號，地點係海洋公園，集合時間係上午9時15分，到校時間係上午9時10分。同學可以喺集合前5分鐘到達學校，放學時間約莫係下午3時。學校旅行嘅學習目標，其實係想同學學習自律盡責，學習點樣去善待身邊嘅人，學習互助，學習組織、分工合作等等。亦都希望同學能夠做到良好嘅公民，學習保護自身安全。如果同學想享受嘅安全又愉快嘅旅程，咁你就要留意以下幾點啦。首先，出發前嘅準備，旅遊進行期間同埋旅行進行期間遇到突發事情嘅處理。出發前嘅準備，同學要留意當日嘅天氣，預測1月15號嘅天氣係17至22度，部分時間有陽光。咁同學就注意穿着啦。同學係需要穿着學校運動服、冬季運動服或者係運動服外套、白色運動鞋、背囊。當日係唔需要帶智能卡嘅，班主任係會用 App 嚟點名。而喺出發前，同學記得自備食物同埋充足嘅食水，記住唔好帶容易破碎嘅器皿，例如玻璃瓶等。喺出發前，除咗記得帶充足嘅食物、飲品同埋相機等之外呢，同學記住要帶運動外套啦，帶帽同埋帶定一啲防曬嘅用品啦，亦都要搽防蚊膏啦，帶備啲消毒紙巾啦。咁記得啦，千祈不要攜帶一啲嚴禁嘅物品啦，例如唔好帶遊戲機，唔好帶手提電話，唔好帶一啲玻璃器皿，唔好帶香口膠同埋打火機啦。喺旅行期間，同學係需要守秩序、守時，例如準時到校同埋留意個集合時間啦，注意自身嘅安全啦，唔可以獨自離隊。如果離隊嘅話，記得要通知老師。外出嗰陣時候要有禮貌，愛惜公物。喺店鋪購買物品嗰陣時候，必須要付款之後先好離開商店，亦都需要保留單據，避免誤會同埋不愉快嘅事件發生。喺室內嘅活動場所，請勿大聲呼叫同埋喧譁，保持地方清潔，亦都將垃圾放入垃圾箱裡面啦。同學係需要愛護大自然，唔好採摘公園嘅花木，未經老師陪同下，唔好橫過馬路。喺車廂裡面保持合適嘅音量，不得喧譁，以免影響司機駕駛。如果有唔舒服，就立即通知老師。乘車期間必須帶上安全帶。如果同學遇到貓狗、蜜蜂、蜂巢、蜘蛛呢啲咁嘅昆蟲或者動物就應該立即遠離啦。今次6年級嘅同學係會去海洋公園。咁海洋公園就包含咗好多大型嘅水族館啦、動物展區刺激嘅機動遊戲兒童遊樂設施、餐廳、紀念店咁啦。同學到達咗海洋公園之後咁我哋就會落車啦，然之後沿扶手電梯上去平台嗰度集合。咁我哋喺平台嗰度集合啦，然之後班主任就會攞到飛之後就會派發入場券俾同學仔，然之後我哋就會一齊就會入閘啦。咁入咗閘之後咁同學仔就要再集齊，我哋要影咗一張班相先，然之後先至再進行活動。
同學今次可以去到海洋公園呢，咁係因為學校參加咗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嘅賽馬會大熊貓探索之旅。咁呢個計劃呢，主要係想提高同學仔呢對大熊貓嘅認識，加深對大熊貓嘅了解，亦都探索喺日常生活中點樣實踐保護大熊貓同埋佢嘅棲息地嘅方法。咁同學要明白啦，我哋成個旅行呢都只係得3個小時嘅啫，咁所以呢，我哋就要好好咁善用呢3個小時喎。咁正正因為咁樣呢，我哋嘅活動範圍呢，只係會喺威威天地、亞洲動物天地同埋夢幻水都呢3笪地方。咁我哋就唔會過去山上面嘅高峰樂園，即係我哋唔會搭纜車啦，同埋海洋列車過去山上面嗰度玩㗎啦。其實呢3笪地方呢，3個鐘頭真係玩唔晒㗎。咁同學呢，可以先去呢個亞洲動物天地啦，去睇大熊貓，睇下小熊貓、鱷魚啊呢啲啦。咁呢笪地方呢，亦都有金魚寶殿咁樣嘅喎，咁同學都可以睇下啦。之後同學就可以去威威天地，咁嗰度有嘟嘟火車頭玩啦，有威威劇場啦，亦都有旋轉木馬啊。咁同學亦都可以去睇下小狐獴啦，同埋大象龜咁樣啦嚇。咁都呢度地方都好好玩㗎。而最後同學就可以返去夢幻水都啦，去睇下海洋奇觀啦。咁或者去四川奇珍館啦，亦都可以去下香港老大街啊，等等地方啦。咁同埋可以去埋一啲店鋪啦，購買一啲物品啦。咁我哋就集隊，咁就時間就差唔多㗎啦。而海洋公園呢，源頭都係有洗手間啦、小食亭啊、餐廳啊同埋飲水機啦。咁同學如果有需要呢，咁就可以去到呢啲地方。另外呢，如果家長希望喺海洋公園接同學放學嘅話呢，咁係需要留意以下內容啦。喺旅行前1至2日，提前通知班主任同埋盧老師啦。家長係必須喺旅行當日，記緊喎，係當日嘅下晝1點半，下晝嘅1時30分前到達海洋公園，同埋呢係要入咗場喎。咁為咗確保學生嘅安全呢，如果喺集隊上車前仍未見到家長嘅話呢，咁學校就會將直接帶學生返去學校，係唔會等候㗎。咁同學留意啦。最後都係安全第一，自律盡責。咁祝同學旅行愉快，拜拜。